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东局势今天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6天。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6天，战场态势呈现出极端一边倒的碾压的格局。伊朗在远程火力投射能力、制空、制海权、指挥链完整性、高层决策效能、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经济支撑能力、后勤补给链、代理网络维系能力、外交回旋空间等几乎所有的战略层面都处于全面性、压倒性的劣势，毫无任何胜算即便被盘盘们所吹嘘的不对称打击也是毫无建树什么超音速导弹打击航母或者军舰，到现在也没看到，让盘盘们是望眼欲穿，盘盘们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美以正在快速从消耗战转向推进战与瓦解战的复合阶段。伊朗虽然表面上仍在组织各种形式的反击，但这些行动的规模、频率、精准度、突破概率以及实际造成的损害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衰减，已经进入典型的强弩之末阶段，实际上是群龙无首、无头的苍蝇乱扑腾卢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镇关西挣扎着爬起来，把围观的人打了一顿，就这么个事从公开的军方简报、主流媒体报道、各方官方声明以及实时动态综合来看伊朗实现任何形式的战略逆转的可能性已经接近于零，无条件投降，政权内部快速崩溃，接受这个比以前更加苛刻的条件恐怕是唯一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城下之盟，向美以求饶回到过去特朗普开的那个条件之下，已经成为未来几周非常高的一种可能，就是大概率事件，而不是叙事什么伊朗能否取得胜利。我们先看一看各方这个战场量化指标，也就是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视频、有图像为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凯恩将军最新简报给出一组数据，非常直白与开战首日相比，伊朗弹道导弹发射量已经下降 86%， 单向攻击无人机发射量下降 73%， 仅过去24小时内导弹发射数量又减少 23%， 这意味着伊朗原本赖以威慑的远程火力库存和可用发射平台已被系统性重度摧毁，根本无力再组织其任何有规模、有持续性的饱和攻击。美以联合运用 AI 辅助目标识别、多层多谱段传感器融合，就是电磁学、红外光学、太空域持续监视，对伊朗的机动发射车实施了极高效率的发现即摧毁。大量发射器刚驶出地下掩体或伪装位置，就刚出来还没折腾呢，还没亮相，还没摆个 pose 就被人家锁定了，然后摧毁了，导致伊朗每日可用的导弹发射能力呈现断崖式每日递减，已完全丧失战略主动。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就是盘盘们最爱吹的那个传武你看那个传武的老师傅要真的跟一个训练有素的现代这个搏击手比试的话，还没打几个回合对吧？还没打个3分钟，一般3分钟都打不满传武老师傅已经累得不行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伊朗你让他发射，他现在已经也没导弹可发射了，发射架也少了，导弹也少了，无人机也少了。伊朗背后不像乌克兰有70个国家玩命的支持，有的国家甚至把自己的 GDP 的 2% 拿出来援助乌克兰，所以乌克兰才能顶得住这个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击。朗朗呢，就是盘盘们自己看一看，谁在支持朗朗后面有70个国家帮他吗？所以说你这么一个你怎么打呀？一个回合人家把你高层就团灭了，你还打什么呢？靠那个群龙无首，反而还打出优越感了，那恰恰证明那个伊朗的那个高层哈梅内伊早就该被团灭了，因为团灭之后伊朗更厉害了，你说这不是悖论吗？更让人这个叫痛心的或者叫无奈的吧，那是美军用他的潜艇发射一枚鱼雷，摧毁了伊朗的一艘这个护卫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叫布拉德库珀上将明确确认，美军已经打击或击沉伊朗20多艘舰艇，还有1艘潜艇。目前在阿拉伯海、霍尔木斯海峡、阿曼湾已无任何伊朗海军作战平台活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起事件是，一艘伊朗军舰在斯里兰卡附近国际
海域被美国海军潜艇用鱼雷击沉，造成至少80人死亡。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潜艇首次对水面舰艇实施成功的致命攻击。这个伊朗的这艘护卫舰啊，是一个轻型护卫舰，但是它有也有垂发系统啊，它可以发射8枚反舰导弹。这艘护卫舰也是命不好啊，我说的是这个80名伊朗的这个海军士兵啊，可真叫惨。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想大家也看过很多报道，那些停泊在伊朗港口的那些海军军舰啊，那伊朗的海军早就弃舰而逃，人家早就下船了跑了，对吧？然后这个伊朗的很多这个军舰啊，就停在这个港位上啊，港湾里面海港，然后任由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机去炸沉，人跑了。那这艘护卫舰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就是因为啊，它是在开战之前呢，2月28号之前，这艘护卫舰是去印度吧，哪里啊，参加那个什么国际海军一个演习。你说你倒霉催的，你去那儿干啥呢？好像跟俄罗斯跟印度吧，在那儿演习啊。伊朗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派了一艘护卫舰去了。结果啊，演习结束，这护卫舰就回不来了，因为伊朗这儿变天了。然后这艘护卫舰怎么办呢？你是返航回到伊朗呢，还是说停留在印度？你在印度吃席都吃完了，对不对？你不能留在人家不走吧？所以这艘船呢，犹犹豫豫的，就你不知道是想回去呢，还想干啥？走着走着走到斯里兰卡这儿的时候，估计也是边走边观望局势啊，看看什么情况。结果在这儿遭到这个美军的潜艇的这个打击，而这个地方不是美军什么中央司令部啊，好像是属于美军的什么南方司令部吧辖区。这艘伊朗的护卫舰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危险来临，浑然不觉啊，死神降临。美军发射了一枚鱼雷，将这个护卫舰啊炸成2截，太残忍。不是说炸个洞啊，是慢慢沉下去，是炸成2截。然后这一切还被那个潜艇啊给全拍下来了。所以我说这艘伊朗的护卫舰是最惨的，这上面80名士兵啊全部这个死亡。而那些其他的伊朗本国的那些啊国内的那些潜艇或者是军舰啊，人家那些士兵可以选择，对吧，上岸。你想那个军舰就是个移动的活棺材啊。在这个特朗普啊扬言要打击伊朗之前，那伊朗不是天天秀肌肉吗？动不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演习，海军啊搞什么演习，对吧？还邀请了这个俄罗斯的大哥的来一起，对吧？多国啊正义联盟联合军演。最后大哥派了一个轻型护卫舰去了，去打个卡吃个席，表示来了，对吧？红包送来了。另外一个二哥人家就没来，就不派军舰来，不想跟你掺和。你看看啊，挨打之前天天秀肌肉，又是这么厉害，又是那么厉害，又是发射什么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一个回合啊，这整个海军就没了。你说这打什么仗呢？你好歹能搞一架这个美国飞机下来，或者是以色列的，或者你好歹能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啊正在那个波斯湾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游弋的啊，美国军舰给他也别说打沉吧，至少给他搞个洞吧。就伊朗人啊，就是盘盘们呢，就印在嘴上，就活脱脱的就像那个传武啊大师是一个样子。只要不上台，那永远是赢家；上了台，对吧？帅不过一个回合，直挺挺的倒地上，睡得很安详，起来就骂人家不讲武德。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路数啊，一个调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呢，靠吹没有用啊，靠吹呢只有挨打的份儿。你吹的有多狠，打的就有多惨。所以这个啊是美国2战以后首次用鱼雷击沉敌方的一艘军舰，这不80年来第一次啊。那美国的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B52 远程轰炸机，还有 B1B 什么这个枪骑兵是吧？这种没有隐身功能的轰炸机轮番上阵，对伊朗境内空军基地、雷达站、指挥掩体实施高强度连续性轰炸。伊朗空军残余战机已基本无法安全起飞。以色列 F-35 隐身战机在德黑兰上空成功击落一架伊朗的雅克130轻型攻击教练机，这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啊，完全是大材小用。但是问题是他把这个画面拍下来了，这个视频在网上传播，这本身啊就是极强的象征意义，标志着伊朗在本土上空已丧失最基本的空中自卫能力，从此啊就要被美国和以色列摁在地上摩擦。那个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豪克塞斯啊，你看那就是油头粉面的那个哥们儿说了啊，最猛烈的攻击还在后面，前面是开胃菜。为什么呢？前面是主要出动这种精确制导、精准打击，对吧？定点清除，
瘫痪伊朗的这种防空体系、指挥中枢。后面呢，后面就是叫量大管饱。什么叫量大管饱呢？后面啊，美军出动什么枪骑兵 B-52，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啊，人家用的是激光制导什么这个滑翔炸弹，这玩意成本低啊，美国大量都是。现在在俄乌战场上大家看到的，就比如说法国那个铁锤炸弹，还有俄罗斯自己的 FAB 什么3000，那玩意都是3吨重啊，一扔下去，对吧？几平方公里的这不能带人，这玩意成本还低，量还大，美军是应有尽有，你不用担心他打累了。这种激光制导这种，对吧？滑翔炸弹啊，或者是航空炸弹，它需要这个飞到上空，对吧？这个临近目标去投射，所以先要消灭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所以郝克塞斯说啊，更猛烈的打击在后面，这不是吹牛，这就是现实。指挥链与高层领导遭受毁灭性、结构性的打击。开战最初数小时内，美以实施的高效斩首行动，直接消灭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部分直系家属、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核心高级将领。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确认已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作战部门负责人马克达姆，此人被指正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针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的主要策划者和幕后主使。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啊，有传言是特朗普上一次耳朵挨了一枪，那个说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个马克达姆策划的。俄罗斯媒体不是说这个是泽连斯基策划的吗？乌克兰人要杀死特朗普，现在怎么变成伊朗人马克达姆？这个人也被以色列把他灭了，然后以色列人呢把这个告诉了特朗普，也就是我替你报仇了啊！这一连串高层损失导致伊朗国家指挥链严重断裂，继任与权力过程的过度极端混乱。大家想象一下，伊朗现在国内这个是乱得一塌糊涂，不是盘盘们正能量什么 CCTV 报道的那样井然有序的，怎么可能呢？你伊朗这个时候越井然有序，越说明那个哈梅内伊这40几个人是窝囊废。你活着的时候，那伊朗更差呀，你死了之后，伊朗还井然有序，就你说这个理怎么说呢？那不就说明他死晚了呗？早点死，那伊朗更强大，更厉害。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革命卫队强力施压下，匆忙被推上最高领袖位置，但整个过程充满矛盾与不稳定。专家会议总部本身也遭到袭击，宗教领袖集团与军方指挥层之间协调机制几近瘫痪。革命卫队事实上已成为实际掌控军事行动的最大力量，但正规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历史性间隙、派系斗争、资源争夺已公开表面化，进一步加剧了指挥效能的快速下降。这个倒是符合咱们天天看历史啊，王朝末期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谁也不服谁，对吧？有军权的赶紧扩充自己的势力，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吧？然后再搞个一代诏出来，没毛病啊。弄得不好武装割据，弄得不好，对吧？他来个此乱命夜不奉诏。伊朗各个省啊，现在权力越来越大啊，因为伊朗它上面已经成了群龙无首，下面那各个省，对吧？割据势力就出来了，人家挨着伊拉克的还能卖点石油，搞点物资，挨着巴基斯坦的是不是也能走点私啊？等等啊，那人家就不想跟你在一起混呢，人家马上，对吧？跟美国联系上，或者跟以色列联系上，或者是甚至跟某些其他国家联系上，要点物资，换点什么东西，对吧？他不就称王称霸吗？谁服谁啊？乱世出枭雄啊！现在对伊朗来说叫乱世，但是这个网上传言说伊朗现在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压迫之下或者是叫挟持之下，选了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叫穆杰塔巴当最高领袖，这个很有可能是假消息我个人分析这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没那么大的实力也不要把那个伊朗的那个88个人的专家委员会真当个脓包他们还是有一套程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伊朗内斗的一个表现，就是有人想让这个穆杰塔巴死，有人想让哈梅内伊他们一家断子绝孙，因为以色列人说了吗？不管你选出什么样的一个领袖都要被他炸死，你不信你就选吧，你选出来他就炸，对吧？你这个神权呢就不要在这捣乱了。伊朗需要民选的政府，也就是不能再搞那个神权凌驾于这个民选政府之上的那一套玩法了。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媒体天天报道，但是很少提这个佩泽西奇扬。我感觉佩泽西奇扬现在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躲在一边然后看他们内斗，斗得差不多了，自己跳出来，把这些有实力的都推到那个以色列和美国人的这个 F-35的导弹之下。实际上这个就是伊朗现在
正在发生的内部激烈的权斗，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能量媒体报道的什么一切井然有条更加团结反抗美以的这个那个的，完全是反着说。我们再看伊朗的核与导弹基础设施遭受重创，纳坦兹、伊斯法罕附近多处核心铀浓缩与核研发设施出现严重结构性破坏。卫星图像显示，多栋关键厂房已成为废墟。不行的话，过几天FIB 那个3吨重的炸弹先给它来两发。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目前暂未发生大规模核材料泄露，但伊朗核武器研发与高浓缩铀生产能力已被严重摧毁，甚至可能长期瘫痪。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整机零部件生产基地、储存库、组装车间持续遭到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伊朗国家宣传机器同样被系统性摧毁。伊朗国家电视台主要广播设施被以色列战机摧毁，这就是打嘴让你嘴硬。说伊朗政权对内凝聚舆论、对内恐吓震慑的能力急剧下降，美以联合行动的规模、强度与效率令人震惊。截至最新统计，美军已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超过2000次打击，使用弹药数量超过2000枚。以色列空军额外投掷4000枚各类弹药行动模式已从开战初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转向近距离纵深饱和打击，为可能的特种部队渗透或有限地面行动创造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等到美国、以色列的轰炸机在伊朗上空这个自由出动、自由飞行，那你说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什么胜算呢？你除了挨炸还能干啥呢？被打得头都抬不起来。这个时候阿帕奇、A10 攻击机这玩意就开始去离地了。过去12到24小时内，美军未报告新增阵亡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是6个人也是过去24小时没有新增加。这也说明这个朗的这个打击能力已经急剧下降。忙活了3天，忙活了5天呢，才打死6个人，你弄啥？第3航母战斗群正在接近战区，直接参战美军人数已超过5万人。美国国防部长郝克塞斯公开表示，美以联军将在不到1周时间内完全掌控伊朗领空。美国参谋长联谊会议主席凯恩更进一步指出，自行动首日以来，伊朗弹道导弹发射量下降86%。谁没劲了呢？对吧？谁体力不支了呢？是郑关西体力不支了，不是卢提霞打累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明确透露，史诗怒火行动的核心目标包括摧毁伊朗弹道导弹及其全产业链，是彻底摧毁海军作战力量，削弱伊朗在中东代理武装网络，确保伊朗永久无法获得核武器。这不就是给他淹了吗？同时表示向伊朗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目前不在行动计划之内，但总统不会排除任何军事现象。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的防空力量、海军、空军和领导层都不复存在了，他们想谈判，我说太晚了。这个你看极为直白而且强硬。特朗普公开评估当前状况，如果15分满分的话，那就是10分，也就是及格吧，就这个意思称伊朗领导人快速被消灭，明确拒绝现阶段任何形式的谈判，战略目标锁定为彻底去核化与政权更迭。最主要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已投票否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未来对伊朗动武必须事先获取国会授权的议案。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翻译一下就是未来特朗普在伊朗这个上面，他有这个就军事行动的权利，也不需要你国会干涉就这么个意思现在国会已经授权特朗普了，特朗普获得了更大的这个叫行动自由权利。我们再看伊朗的反击虽然表面上仍在持续，但实际战果与战略价值已极度萎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发布真实承诺4系列战报，已推进至第16至18轮攻击，动用了包括卡德尔380、哈迪德110高速自杀攻击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武器，目标覆盖以色列国防部大楼、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并与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协同对以色列中部实施打击。伊朗官方宣称
称，部分高超音速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成功突破美国萨德防导系统，摧毁超过7套先进雷达系统，使美以在该地区双目失明，并声称未来几天攻击的强度与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当然了，这是朗朗的革命卫队发布的啊，这叫走夜路吹口哨，对吧？自己给自己壮胆。按照伊朗的说法说过去24小时内，伊朗军队又击落6架美以无人机，总计击落35架。然而，这些宣称的战果绝大多数缺乏独立第三方证实，也没有什么视频图片，就靠一张嘴，快赶上烧一股了啊！赶上少诚实啊，在后面直接给加个零就完了呗，费劲。所以说啊，伊朗宣称的这些打击效果实际上非常有限，挠痒痒啊，隔靴搔痒。绝大多数来袭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被美国、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北约多层联合防空体系成功拦截，真正突破并造成实质破坏的比例极低。卡塔尔军方报告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宣布拦截3枚弹道导弹和129架无人机，土耳其国防部确认1枚从伊朗射向土耳其领空的弹道导弹在东地中海上空被北约防空系统摧毁，碎片落在哈塔伊省，无人员伤亡。你说这都是群殴伊朗啊，大家纷纷来表功是吧？你看我给伊朗的导弹拦了几个，我给无人机拦了几个，你说这个伊朗到底是跟谁在打仗？让我想起了这个，对吧？一个老太太向11国宣战，向万国宣战，不是一个道理吗？伊朗声称击中美国驱逐舰，造成油轮与驱逐舰甲板起火等战果，目前未见可靠影像或多方信源证实，被部分分析认为是典型的信息战操作，没毛病啊。如果就是我们假设啊，美国军舰啊被伊朗人搞个大洞出来了，不要说大洞了啊，搞起火了，甲板上起火了，正义联盟大哥二哥那卫星在天上不是吗？要么是正义联盟大哥二哥卫星眼瞎看不见，要么就是正义联盟大哥二哥看到了他不说，帮特朗普遮丑，你觉得靠谱吗？要么就是正义联盟大哥二哥那卫星也是吹的，看不见，或者被那个美国啊进行那个干扰，让你看不见，所以只能靠盘盘们臆测猜，说那个美国军舰被打起火了。所以说盘盘们吹的时候也要顾忌一下啊，你吹得不好反而变成高级黑，对吧？就显得你的这个水平太差，你国家那个技术啊遥遥领先，又是骗人的，自欺欺人，不太好。非对称作战手段同样迅速失效，伊朗试图通过代理人零星骚扰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来制造经济与能源压力，但海峡虽受到一定程度干扰，却未实现完全封锁。美国海军已迅速展开油轮护航行动，并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贸易通道基本维持运转，全球油价因此上涨8%到10%，中东多国领空关闭，航空交通大乱，但伊朗自身石油出口完全停滞，无法从油价上涨中获得任何财政收益，反而因海军主力被摧毁，港口受威胁而财政迅速枯竭，甚至无法继续支付现役士兵的薪资，更无法维持对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代理力量的资金输血，其整个代理网络的资金链已出现明显的断裂迹象，外交空间已被压缩至几乎为零。伊朗外交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处持续发表强烈谴责声明，称美以行动为侵略，警告将打击所有中东美军基地，但这些警告已基本停留在口头层面，实际军事行动已转向绝望式的零散的非对称报复。代理外长向中俄发出明确的求援信号，但中俄目前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谴责与呼吁克制，无任何实质性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或物资补给迹象。欧盟、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基本支持或默许美以当前的行动，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全面倒向美以阵营，提供空军基地、情报共享、防空支援，甚至在自身遭到伊朗导弹反击后，态度反而更加强硬。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一直分析啊，中东的阿拉伯这些王爷国家，现在既然坏人已经担了，也挨炸了，人家索性撕下面纱，对吧？要干就干绝了。这次啊，绝对是要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推翻，否则的话，这美国、以色列一收手，那伊朗别人报复不了，他报复这些中东王爷
国家还是可以的，捣乱，对不对？恐怖袭击，代理人，对吧？反政府武装，他这一套他熟啊。那你说这中东王爷国家受得了吗？所以说啊，这一回美国以色列啊，即便他们不想颠覆伊朗政权，那中东王爷国家也不允许啊，他也不答应呢，对吧？那这天天都逼着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大哥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啊！不要客气，最后一哆嗦啊，神棍政权就没了。好歹你搞一个能沟通的政权，对吧？干点人事的，没事净搞恐怖袭击，对吧？你净支持那些恐怖分子，你谁不怕吗？只有盘们喜欢。土耳其多次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伊拉克政府明确限制境内什叶派武装向伊朗方向渗透。这个最值得关注的是巴铁，人巴铁跟沙特那是叫战略联盟是吧？盘们总说啊，巴铁是在支持这个伊朗的，他们都是什么穆斯林，力撑伊朗。结果巴铁啊，现在警告伊朗不能再打沙特了啊，不能再往沙特放无人机和这个导弹，你要再打沙特，我就要揍你了。而且巴铁已经派了这个防空系统进驻阿拉伯，就是沙特啊，人家已经协防去了啊。这胡锡进老师怎么解释呢？ CPU 又干烧了。据说巴铁很多装备啊，那都是大国的，那完了拿着去对付这个伊朗，那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那不就是内讧吗？对吧？正义联盟不仅不去支持正义联盟的成员，反而还去这打横炮。伊朗国内层面权力真空，社会撕裂，深层危机三重叠加，政权控制力呈加速崩解态势。德黑兰等地任由官方组织的哀悼集会与反美口号，但水电燃料供应大面积中断，基础设施系统性崩溃，已引发多地小型骚乱，大规模居民逃离潮，退役军人公开抗议。首都德黑兰被多家媒体与现场描述为呈现末日景象。网传视频显示啊，德黑兰某住宅小区出现民众高喊巴列维回来，随即遭到革命卫队无差别实弹射击回应啊，就是对那个哪个窗户在喊巴列维国王回来，那革命卫队就朝那个窗户射击扫射。这样的政权他能干得下去吗？盘们呢，显示政权维稳手段已转向最原始的暴力镇压。伊朗宣传机器瘫痪，政权对社会舆论的掌控与叙事能力急剧下降，经济也已经进入全面崩溃早期阶段。里亚尔汇率雪崩式暴跌，好像这个美以打击之前是140万里亚尔兑1美元，还是150万呢？现在说190万里亚尔兑1美元，那也就是里亚尔马上就成为零了的吧，废纸。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霍尔姆斯海峡油轮运输量，据能源市场情报机构科普勒数据称啊，已经下降90%。而正义联盟大哥俄罗斯对伊朗的粮食出口运输全面停止。这个一方面啊，恐怕这个大哥也不想这个粮食啊打水漂了。你现在援助给神棍政权的这粮食，到时候谁认账呢？这一方面原因啊，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原因也确实，对吧？霍尔姆斯海峡被封锁，人家俄罗斯大哥的船那也不能乱跑啊，被击沉了找谁呢？谁负责？盘们津津乐道的啊，说这个霍尔姆斯海峡，对俄罗斯和另外一个二哥油轮是开放的、安全的，可以通过。这个都是胡说八道啊，炮弹不沾眼。如果布了水雷的话，水雷也不沾眼，让你走你不敢走。主要原因是战争保险业务暂停，支付渠道受限，航运公司拒绝对波斯湾航线承保，这个造成俄罗斯的粮食也没办法运到伊朗，那伊朗人马上就没得吃了。你说你还指望他们勒紧裤带还打仗是吗？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对伊朗剩余的约50多万吨小麦、玉米出口被迫暂停。俄罗斯啊，一直以来是伊朗的这个粮食供应国，伊朗的粮食啊，自给自足啊，只能是60%，也就是40%必须要进口。你说还怎么坚持啊？大哥连粮食都断了。所以我一直说啊，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叫伤敌800，自损1000。何况二哥已经放话了啊，二哥怎么说的？二哥说敦促维护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安全。这个二哥这种表述要知道什么意思啊？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升级，维护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安全，防止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影响。翻译一下就是伊朗插不离就得了啊，不要再吓唬，搞得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全球经济受到影响，最大影响就是二哥。当然了，这个日本、韩国都受影响啊。那有人就说了，那俄罗斯不可以从里海往伊朗运粮食吗？理论上是可以啊，但是它成本就非常高了，对吧？首先俄罗斯国内那粮食要从哪些仓库给它整到里海那个口岸，从里海口岸然后再整船是
是吧？往伊朗运，这个一路颠簸啊，铁路倒公路，完了之后再是这成本就上去了。第二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伊朗没法支付啊，付什么东西给他呢？伊朗现在还有美金吗？本来伊朗那个卖石油换美金，对吧？用美金去买俄罗斯的这个粮食没毛病，对吧？现在用里亚尔买俄罗斯的粮食，俄罗斯愿意吗？所以马上啊，伊朗就开始饿肚子了，已经不是什么物价飞涨，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到粮食。他们嘛还要求这个伊朗硬顶，对吧？还希望这个镇关西啊，你再扛几拳。卢铁甲已经体力不支了啊，打不动了。伊朗境内出现新的分裂迹象，伊拉克边境库尔德城市巴内赫已陷入甚至基本无政府的权力真空状态，为外部势力介入铺平道路。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消息报告，驻扎在伊拉克北部的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已从伊拉克境内向伊朗发起地面进攻。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时报等媒体证实，数千名库尔德武装成员已越境开展地面活动。这一行动对伊朗政权构成新的难以应对的内部挑战。特朗普的那句太晚了3个字，精准击中了伊朗当前最致命的战略与心理两难。一派叫改革派或者叫温和派，清楚看到国家家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上千个目标被摧毁，48名高级军官阵亡，空军海军防空体系基本清零，石油出口清零，物价失控。他们担心战争再持续数月，民众连吃饭都吃不上，内部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因此希望抓住最后惨层的一点筹码，尽快找到台阶下，保住国家最基本的盘。另一派强硬力量以拉尼贾尼等人为代表，则认为现在任何形式的谈判都等于投降，美国必然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销毁导弹库存，解散革命卫队，这等于从根上挖掉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与尊严。与其跪着苟活，不如站着打到底。这指的是教士集团政权啊，波斯人民、伊朗老百姓完全没有必要，就像伊拉克老百姓一样的，不是照样过日子吗？过得还挺好。要把美国拖进中东的泥潭，耗死对手，但现实残酷地站在了强硬派的对立面。特朗普根本不打算给任何喘息窗口。他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总统，太懂得行情与时机。当前力量对比极端悬殊，也就是猫捉耗子，猫在玩耗子啊。伊朗每多活一天啊，手里的牌就少一张烂一张。太晚了这3个字已经包含了多重极其冷血的战略算计，也就是每多打一天，伊朗的这个最后一点武力基础全部都要清除掉。接下来的4到5周将是整场冲突的决定性窗口，美国以色列不会停手，会持续高强度轰炸伊朗，把伊朗所有的可用于谈判的筹码全部清零。伊朗如果仅靠意识形态、地下网络、零星非对称骚扰硬扛或许能在时间上拖延，但真正战场的巨大差距、内部多重危机的叠加，使其长期坚持的可能性极低。最主要是没有外援，伊朗的外援也等于0，那你说怎么打？局势仍在以极快的速度演变，信息战空前激烈，伊朗官媒仍在反复强调抵抗到底，但战场现实已将其推入全面被动。我在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前我就说了，2026年神棍政权一定会垮台，对吧？打那就是加速垮台，不打那就慢一点。总之这个神棍政权它已经破产了，它已经难以为继它没办法往下运转了。特朗普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关于中东的局势，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